呢個係入門口位置啦，咁呢個屬於未補地價嘅居屋，3房2個廁所戶型單位啊，咁入到嚟啊，客飯廳大家一眼都見晒，非常之闊落啊，幾大，咁單位都企企理理嘅。咁我右手邊入門口啦，就有一個廚房位，亦都好闊落㗎。雪櫃、洗衣機啦，前面絕對係擺個位置。咁呢度可以做個櫃置頂擺啊，你嘅用品啊、唔食品嘅。咁非常之寬敞啊，光線都好足夠。雖然低層，但係都光線都好足夠㗎。咁經過嚟呢一邊啦，客飯廳啦，咁我嘅右手邊啦個2個客廁，呢個就浴室位啦，有窗。中個客廁啦，亦都有個窗啦。咁你見到呢度有個凹位，其實都可以揀翻間房啊嘛，有個窗。咁你望翻自己嘅來源，雖然低層啊都好幽靜同埋舒適嘅。咁我哋轉個身嚟呢邊睇睇，你睇個廳客飯廳幾闊落，間4房都冇問題嘅呢度。咁好啦，我哋去到啲浴室區睇睇，呢個一條小走廊啦。咁我嘅左手邊咧，其實呢度有個凹位嘅，可以做個衣櫃置頂嘅，足夠空間擺你嘅衣服啦。咁其中一個房間喺呢度，都係望翻自己嘅來源嘅。咁到最後啦，主人房啦，咁亦都有個大床衣櫃，有窗，非常之寬敞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如果有興趣嘅，把握機會啦，價錢非常之超順啊，360萬啫，可以住到一個3房有2個廁所嘅居屋。好，唔同大家講咁多啦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